黑武士軍團強勢進駐澳門上葡京自助山，喺全澳門最大，可以容納100人嘅廣闊用餐空間裏面，自助山以環境優美、豐富多元嘅佳肴聞名。如今8部黑武士搬運機械人已經準備就緒，佢哋將會成為確保自助山環境整潔同服務流暢嘅秘密武器。黑武士唔單止係外觀霸氣嘅黑色機械人，更係效率超群嘅餐飲夥伴。背負特製黑色分層箱體，完美融入餐廳氛圍，可以快速分類要回收嘅餐具。300公斤驚人負載力，能夠輕鬆應對自助餐廳嘅高峰人潮。擁有智能感知、靈活避障，喺餐台之間優雅穿梭，多機同時出動運送都冇問題。浩豐智能嘅黑武士搬運機械人，成功完成一次大規模嘅科技餐飲部署。如果你都對佢哋有興趣，請即刻聯絡我哋啦！